嗱，講起第四代住宅，如果響中山嚟講吓，石岐總部區呢個位置咧，雖然你而家睇大部分都好似草地咁啊吓，冇咩高樓林立嘅感覺，但係咧未來一兩年之後啊，如果係市區改善嘅客戶，好多可能都會關注呢個板塊，因為近一兩年啊吓，我哋中山攞嘅新規嘅4.0住宅咧，好多地方都係零零星星咁樣，好似火炬啊、小欖啊，或者係馬鞍道啊，都係攞一兩塊地咁樣去出讓嘅。但係呢度咧已經係有4塊地成功係出讓咗嘅，一個係前面嘅陰陽啦，準備喺元旦前後開盤嘅啦。龍湖啊賣咗已經係有大半年啦吓，仲有就係樂盛而家起緊，前兩日咧陰陽又喺江邊攞咗塊地，同埋而家阿豪企喺度嘅呢塊泥地，同埋前邊嗰個位置咧都係規劃咗新規嘅住宅用地，所以石岐總部呢個板塊響之後嘅住宅嘅情況你睇下吓。大概率呢邊都係以改善客群為主噶啦，但係咧呢啲4.0嘅住宅啊，我想講一下嘅價格，佢雖然俾到我哋嘅係高得分率，但係佢係一個品牌嘅溢價，而唔係話品質。雖然佢得分率高，但係好多朋友亦都知道佢嘅樓間距啊，或者係我哋而家佢嘅交付標準小區裏邊嘅情況，每一個樓盤我哋都係睇唔通睇唔透嘅。雖然好多都話我定位我就係寶格麗風格嘅，日本安曼酒店風格嘅，或者係點點高級別嘅一個會所等等，但係實際俾到你嘅時候係咪咁樣？呢個都係需要時間驗證嘅。所以我建議各位，如果要買入呢種新規4.0響石岐總部呢個板塊呢，建議等多大半年左右，等出年6月份之後，前邊陰陽賣咗一段時間啦，仲有就係樂盛同埋陰陽嘅另一塊地起好之後呢，我哋睇睇個市場環境佢嘅走勢，同埋我哋真真實實入得到售樓部裏邊對比到感官到嗰啲回應，同埋小區嘅環境俾到我哋嘅係一個點樣嘅標準啊！如果係中意關注呢種改善住宅嘅朋友，我建議可以等一等啊！雖然呢，我咁樣做好似推咗好多客戶出去啊！但係我唔想我嘅客戶買咗後悔嘅樓嘅啫，呢個係我個人嘅睇法吓。同埋參考龍湖，我預計陰陽同埋樂盛佢嘅價格最少嘅回應都要1700蚊噶啦，貴嘅21000、22000甚至會更高。呢個睇市場嘅走勢反應，所以呢邊嘅價格係唔會平嘅。你想要檢樓響15000蚊左右或者係15000蚊以內嘅房，就唔好關注呢種4.0。同埋我已經係想買套樓快啲入住，有改善到我嘅生活，或者係小朋友有讀書需求嘅呢啲新規嘅4.0，我建議大家就唔好去等啦。當然啦，買入呢種4.0產品值唔值得買，可唔可以買？呢個我覺得係冇標準嘅，完全係取決於你嘅實際買房需求嘅，因為佢有佢嘅賣點，亦都可能會存在佢嘅缺點。具體呢，大家唔知道點樣揀嘅。可以你揾阿豪，我同你詳細交流分析吓。另外一個就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問題，好多朋友忽略嘅響石岐總部板塊，就係書包嘅問題。好多樓盤對外宣傳嘅時候呢，都講呢個地方有6、7間比較好嘅學校，比如什麼華僑中學。咁如果中山人都知道噶啦，華僑中學呢係中考要考嘅。第二個中山市嘅實驗小學，呢一間係同石岐中心小學一樣係同級別，呢兩間學校係屬於市直屬嘅學校，唔係話我哋響附近買咗間房上咗個戶口就可以孭到佢對應嘅書包。入市實驗小學佢又有一定嘅要求，呢個就唔詳細講。咁如果買入石岐總部區，唔理係邊一個第4代住宅可以讀到嘅，正常嚟講就係岐江實驗小學同埋石岐中學。但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可能所有嘅銷售都冇同你講。就係岐江實驗小學，其實係得6到8個班嘅一個年級，咁以40個人嚟講4倍就320，我再加多少少，可能就係350個學位左右。呢個係我個人猜想，但係大家要諗諗，一個陰陽、龍湖、樂盛同埋後邊陰陽靠江邊4個新樓盤，呢度嘅二手樓有時代運途、天明東華閣，仲有就係忠義花園、海倫堡一帶都係讀岐江實驗小學，仲有華發學府1號，當時幾多人買呢個盤係為咗讀嗰個岐江實驗小學嘅？仲有就係華發首富，你睇睇每一年呢個板塊嘅需求嘅書包情況係幾咁強大，買呢度嘅大部分嘅家長都係為咗讀呢兩間學校，所以如果有啲家長又想等4.0，又想孭到呢個書包，
會唔會出現前2年好似劍橋郡嗰種情況？就係你買咗呢度，你小朋友讀嘅時候可能係分配咗去什麼啊？鄭義啊、高家基啊等等，因為石岐區咧好多嗰啲細型嘅比較舊嘅細嘅學校嘅，同埋石岐區參考前2年佢都係嗰種大學區嘅政策招生制度噶，所以咧有冇咁嘅可能咧？我覺得啊吓，真係好大咁嘅可能。雖然呢個係我個人嘅猜想，但係如果認同我睇法嘅朋友，又或者係響有關部門做嘅朋友查到呢個視頻，可能佢哋自己心中都係有數嘅。呢個純粹我個人分享下，不代表官方答案啦吓。咁嘅嚟講，呢種第4代住宅咧，可唔可以買？我認為佢係有一定嘅價值存在嘅。首先佢集中響石岐總部呢一個板塊，以後呢邊嘅人居環境、人群嘅素質啊，因為佢有一定嘅買入門檻，係會相對嚟講比較高。同埋市區嚟講啊，未來10到20年都係以旗杆新城、石岐總部同埋通區總部呢2個板塊為發展嘅核心噶啦。特別係響商品房居住嘅呢個角度，周邊嘅配套有幾大嘅公園，亦都有地鐵啊。我哋生活響呢邊，我覺得居住嘅環境係非常之好嘅。但係用呢種價格買入，以後能唔能夠增值上去，或者呢種新規嘅產品會唔會出現我哋唔係咁滿意嘅地方呢？都係要時間嘅驗證噶。所以呢，都係嗰句話，如果你而家係一個剛需型比較迫切住要買一套房，或者係已經係好想買房嘅，就冇必要再去花時間去等。你呢啲房收樓時間仲要等2、3年，我哋一般人係毫不持這個時間的等待啦。當然啦，你話我係唔急住住，同埋你話我公積金比較多嘅，我亦都可以慢慢等、慢慢守嘅。我建議仲係可以等一等下。所以我哋想去買入呢種4.0住宅，又或者買入以前嘅3.0，呢2種嘅選擇都係冇錯嘅。最緊要就係綜合佢嘅位置、價格，你適唔適合喺呢個板塊或者係其他板塊選擇。當然啦，大家聽我講咗咁多下，認可我專業嘅可以嚟中山買樓揾我，我只會好實在咁樣同大家分析每一個板塊嘅真實情況，同埋結合你嘅實際買房需求，幫你響中山篩選出合適你嘅最優好房。我成日咁樣拍視頻，我有時都係喺度反思㗎。我咁樣拍係咪會好多客戶會認可我嘅專業，但係亦都聽到我咁樣分享呢，就唔想揾我買樓啦。但係我只會做我認為係啱嘅事情啦吓，因為我想任何一個揾我買樓嘅客戶，我想我哋以後都係好朋友，所以我會盡力幫大家揾到一套好嘅房。喺度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啦，我係一個土生土長嘅中山本地人，我創業房地產咧已經係超過13年，同埋我係2024年中山嘅銷售冠軍，今年係差得多，都係派中山嘅前3名，所以我認為我係有實力同埋能力幫助大家響我哋中山任何一個板塊選對房、選好房。如果你係響我哋中山城區剛需改善，想要揾優質學區嘅，又或者係冧心板塊想要揾好房子，另外嘅港澳客戶根據你嘅通勤選擇需求，想要揾靚房嘅，都可以揾我呢個土生土長嘅中山本地人。今日嘅視頻拍到呢度先，有需要交流嘅後台揾阿豪，拜拜。